語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陳錦輝。大家好，歡迎收聽今集嘅英語同路人。今集仍然有我陳錦輝同埋梁文基校長做主持。你好啊，陳校長。梁校長你好吓。咁今日我邀請到呢嘅嘉賓呢，分享佢嘅生命故事呢，就係劉巨基醫生阿 Gary， 歡迎你 Gary。歡迎你你好 Gary。你唔好睇下 Gary 呢係年紀輕輕吓，咁佢而家呢係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做助理院長負責咧教學創新嘅，咁同埋呢係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嘅臨床副教授，並且咧喺瑪麗醫院同埋東華醫院呢內科嘅係部腦神經榮譽顧問醫生。唔單止咁樣，喺2024年呢，佢亦都係咧獲得咧香港10大傑出青年嘅吓，咁咧就係阿劉醫生咧，亦都係咧喺醫學方面咧好有貢獻嘅吓。劉醫生啊，知道咧你而家咧係從事醫學啦、醫療啦、教學啦，咁啊從醫咧，我想問下，係咪你最初喺年輕嘅時候，你嘅事業理想咧？係啊，其實咧，我父母都係醫護人員嚟嘅，咁佢哋咧，但係咧由細到大咧，佢哋都冇話特別要我即係跟從即係一個即係醫護嘅行業，其實都鼓勵我都探索下唔同嘅行業，因為都係我諗自己嘅興趣都非常之重要。係咁所以都細個中學嘅時候都嘗試過去睇下唔同行業，譬如話亦都探索過，譬如喺醫院啊，或者喺一啲嘅診所嘅工作係點啊，亦都去過一啲譬如一啲嘅病人一啲嘅互助組織。去睇下即係唔同人嘅一啲嘅需要，但係咧，即係發覺咧，我哋喺社會嘅時候啦，即係無論你話普羅大眾，或者係你話喺長者嚟講啦，或者有殘疾咧，其實真係都即係我哋依家嘅社會都唔少人有一啲嘅困難啊，同埋困境，咁亦都咧就好想咧睇下點去幫到佢哋提升佢哋嘅生活質素。如是者咧，即係見得多嘅時候就見到其實透過讀醫或者如果可以重合即係呢個嘅醫護嘅工作，其實都係一個咧都係可以好直接咧，可以改善到同埋提升到佢哋嘅生活質素。咁我知道咧，醫生都可以有唔同嘅科嘅。阿 Gary 啊，你係邊一科嘅咧？邊個專科？或者點解你會選擇呢個範疇呢？係啊，其實我依家就喺瑪麗醫院同埋香港大學，咁我做緊一位即係腦神經科嘅醫生啦。咁就其實咧好多人都會問其實醫生係點樣揀科嘅咧？咁其實都視乎即係幾個方面嘅。第一就好睇個性格啦，第二就睇翻即係可能本身有冇啲咩譬如啲技能啊等等啦。譬如我自己我對手係比較笨拙嘅，咁所以同手術有關嘅咧，咁我都未必係最適合嗰啲噶啦。咁當然咧，亦都係視乎我哋喺我哋讀書或者我哋嘅經歷啊，我哋遇見嘅老師啊，或者我哋一啲嘅病人啊等等。咁的而且確咧，即係我由細到大都有即係一路都諗過有唔想即係唔同嘅一啲嘅科嘅。由中學嗰陣時都幫嗰啲小學生去補習啦。咁嗰時一路都好中意代入人哋嘅角色嚇，即係喺咁嘅情況就代入個小學生或者一啲學生嘅角色，想諗下佢哋其實佢哋諗緊啲咩嘢嘅咧？我點可以幫助佢哋學習咧？咁樣咁嗰時對一啲譬如話兒童嘅心理科或者一啲都有啲興趣嘅。去到即係大學3年班嘅時候，咁去咗即係律敦治老人科做一啲嘅實習，咁啊覺得其實老人家係好需要我哋去關注，咁不如我做即係可能老人科啦咁樣。去到4年班嘅時候就即係做咗啲心臟科有關嘅研究，又想做心臟科。咁但係咧真係去到畢業嘅時候，我即係2009年啦，咁去到東華醫院復康科嗰陣時，見到好多一啲需要復康嘅病人，好多都係一啲腦科有關嘅病人。嗰陣時咧就覺得真係愛上咗呢個嘅腦神經內科咁樣啦。會唔會都講一講究竟咩叫腦神經內科咧？可能好多人都想知道一下。其實咧，我哋咧即係因為腦神經內科包含嘅病都有唔少嘅，譬如話一啲中風啦、帕金遜症啦、認知障礙症啦、偏頭痛啊、腦癇症啊等等。咁但係嗰陣時咧，即係點解會最後揀咗腦神經內科咧？因為去到即係東華醫院做實習嘅時候咧，都見到其實我哋腦神經內科有啲病人咧，其實如果我哋可以提供一
啲復康或者唔同嘅治療啊，譬如話中風嘅病人又好，或者有啲唔同嘅腦神經內科有關嘅病啊，幫佢哋做一啲嘅復康，佢哋之後咧其實咧嗰個展望都可以唔錯，亦都可以咧提升佢哋嘅生活質素嘅。咁但係咧亦都見到咧，其實有啲病咧，其實倒翻轉咧係真係冇一個好有效嘅一個藥物或者一個醫療嘅方案去幫佢哋，譬如話一啲認知障礙症啊、柏金遜症啊、一啲腦退化症啊、可能坊間俗稱漸凍人症啊，係咪呢啲係運動神經元症？呢啲其實咧隨住時間咧係一定係會慢慢越嚟越即係會差啲咁樣嘅。咁但係咧亦都發覺咧，其實咧除咗我哋醫佢哋嘅即係身體或者佢嗰個嘅病咧，其實咧如果我哋可以多啲了解或者提升佢哋嗰個生活嘅質素下，講嘅心靈嘅健康咧，其實咧同樣咧都可以大大可以改善到佢哋嗰個嘅整體個生活質素嘅。雖然嗰個病本身個病係冇辦法可以醫得翻，但係咧如果透過可以同佢哋多啲傾談啊，或者了解佢哋真係身心嘅需要啊，輔助佢哋嘅家人啊等等咧，其實咧都係可以改善到佢哋整體嘅生活質素嘅。咁嗰時就覺得一嚟腦科咧都係帶有啲挑戰性啦，因為作為腦科醫生有好多時咧就要諗翻到底病患者係到底個腦部邊個位置出事咧，或者邊度有問題咧，定係啲神經線啊、啲肌肉嘅問題咧？咁亦都咧即係一個好嘅平衡。我哋除咗咧醫一個病嗰個嘅身體嘅需要，佢哋個心靈嗰個需要咧，其實都好重要。咁亦都咧見到，因為有好多病咧，我哋係冇一個好有效嘅治療啊等等啦，都覺得呢方面會唔會我透過一啲嘅研究啊呢啲都可以幫到佢哋咧？咁於是者咧就即係最後咧就決定咗入呢個腦科啦。基於咧就係可能係實習嘅時間或者係一路嘅過程裏邊，你嘅體驗啦，同埋你個體驗啦，亦都係咧了解到咧係你就較為咧係想入呢一個科裏邊去幫助咁樣。咁當然喺咁多年嘅工作嘅裏面咧，或者咁多年咧同人接觸嘅一個嘅情況底下，有冇一啲嘅難忘故事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下㗎？係，其實難忘故事真係唔少嘅，但係咧即係因為我哋呢幾年啦都係比較關注呢個嘅中風年輕化啦，咁亦都記得早幾年前啦都見到一啲譬如一啲年輕嘅中風嘅個案都越嚟越多，但係幾年前喺瑪麗醫院啦都見到譬如話有一位30幾歲嘅人士啦，咁佢入嚟就一個嘅缺血性中風，因為血管塞住咗佢中風，咁亦都入到醫院嘅時候咧，發現到佢有即係三高啦、血壓高啊、糖尿病啊、膽固醇高啊、肥胖啊，亦都有多條嘅血管咧都有呢個嘅即係粥樣硬化或者阻塞嘅情況。佢嗰陣時咧就講唔到嘢啦，因為啲語言區就影響咗啦，一邊身喐唔到啦，亦都咧即係身體譬如話需要用啲鼻喉去進食啦，或者去用一啲嘅尿喉去幫助排尿咁樣嘅。咁但係咧亦都見到佢咧，其實即係佢有位80歲嘅爸爸啦，即係佢其實每一日咧就翻嚟咧去瑪麗探病咧，就去照顧佢啦，幫佢抹身啊等等。咁最後佢嗰個展望都唔係太理想嘅，即係最後因為都係出院嘅時候啦，都要去一啲嘅長者中心啊，一啲嘅老人院啊咁樣。咁但係難忘嘅原因係因為發覺即係其實中風咧係嚟得好突然，剎那間咧係將一個人或者個家庭咧成個即係整體咧係可以顛倒晒，或者係可以好唔同。咁亦都咧真係我哋係需要做多啲咧工作咧去無論你話預防中風啦，透過公眾教育啦，或者一啲嘅政策上啦、研究個方面啦，甚至你話醫社合作啊，點樣去輔助啲患者同埋佢家人咧，即係呢啲好重要。最後咧亦都令我角色咧，其實我哋要點樣去珍惜咧，我哋即係現有嘅所有嘢。其實我哋無論我哋睇嘅嘢、聽嘅嘢，我哋行路下，我哋身邊嘅人啊、物啊等等，我哋其實要學識點樣去感恩同埋珍惜我哋身邊嘅嘢。究竟點樣去教育？點樣預防？點樣補救？點樣能夠繼續發展嘅話，一陣間我繼續再聽Gary 嘅分享啊！